喺度啊，咁所以咧就係都可以同佢哋一爭嘅。呢一場真係好難講啊，邊一隊能夠攞到呢個小組嘅第一？因為幾支嘅隊伍都係好有實力㗎。永利澳門兩支隊伍呢個澳門美高梅兩支隊伍，咁要同呢個永利澳門係鬥過嘅好啦，開始咗啦。就見到2號、3號、4號都喺度鬥緊嘅，1號咧亦都係上得好快，澳門清華呢個文娛體育會1、2、3、4、5都快啊，咁係6號咧係比較立咗少少，就係呢個張權破痛由中藥廠。2號而家咧仍然都係有嘅，2號永利澳門。1號咧，澳門清華文娛體育會，咁喺呢個時間咧見到咧就係呢個衝線啦。衝線嘅時候咧，我哋見到啦2號、1號、3號、4號、5號嘅。2號永利，2號1號。我鏡頭一轉呢，就係睇下另外嘅一組啊，咁即將呢，就係去到呢個起點咧，準備參加比賽㗎啦。咁見到呢一隊呢，就係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。